廣東話嘅創作者有一個好重要嘅困難啊，就係當佢哋嘅影片要上字幕嘅時候，你會發覺好多工具咧都係唔支援嘅。大部分嘅工具咧都只係支援英文啦，又或者國語嘅啫。經過尋尋覓覓之後，終於揾到一個 app 係非常之廣東話又好，佢可以將廣東話變成書面語，而且準程度係達98%嘅。呢個工具咧，我係經常用喺我嘅短影片 Reels 嗰度。咁究竟呢個係乜嘢 app 咧？呢個 app 咧就係叫做 InShot 啦。入到去 InShot 嘅時候，撳 Video，然之後撳加。你就可以喺呢一度揾是但一條影片，然之後我哋去到 Text， 跟住撳 Caption， 然之後咧選擇中文繁體，跟住再撳 Start。喺呢個時候咧，佢需要 load 一陣嘅。好啦，load 咗一陣之後咧，你就見到佢下面已經出咗一啲字幕喺度㗎啦。咁我哋聽下佢嘅準程度。Hello，你今日好嘛？今日要拍一支影片係關於 Instagram 嘅用法嘅，希望俾到啲提示大家。喺呢度你見到咧，佢嘅翻譯準程度都幾高嘅。咁你只需要咧 double click， 然之後就可以喺度修改文字㗎啦。你亦都咧可以喺呢個顏色方塊呢一度咧，去揀唔同嘅文字款式，譬如呢一個黃底黑字，又或者係其他唔同嘅款式，隨你中意。咁文字方面咧，你都可以揀字體啦，撳個 A 字，你就可以揀翻有唔同嘅字體。咁另外咧就係個 spacing 啦、alignment 啦，會大啲、細啲，又或者係彎啲咁樣，各種嘅 alignment 你都可以自己去處理嘅。如果頭先嘅款式都唔中意嘅話，你亦都可以去撳一撳熒幕上面嘅字，然之後撳筆仔，跟住你就可以喺呢一度重新去選擇嗰個款式㗎啦。再撳 Tick，你就可以去右上角呢一度撳 Save 就 export 出去㗎啦。如果你想修改呢個字幕嘅長短咧，你只需要撳翻呢一個綠色字幕嘅部分，你亦都可以去中間呢一度撳 Split 呢個掣啦。你就可以喺你想要切斷嘅地方切斷，又或者拉短，又或者拉長㗎啦。由於手指係好難控制一啲咁細嘅字幕嘅，咁所以我中意用筆。用筆就可以好精準拿捏長短同埋修改啦。